首先呢個係物業入嚟嘅大門，呢個就係飯廳，可以擺4至6人飯台同個櫥櫃，亦都有個對流窗。客廳位置一邊可以擺電視櫃，另一邊擺梳化。前少少有個露台，咁可以欣賞大圍嘅景色，對住就係翠綠嘅獅子山，相當開揚舒服。廚房係梗廚設計，有爐頭、焗爐、雪櫃。第一個房間放完床可以放個高身衣櫃，景觀同廳一樣，都係對住獅子山。第二個房間同第一個房間相若，亦都係對住獅子山。我哋睇下主人套房，咁呢邊可以放個衣櫃啦，呢邊就放個雙人床。景觀都係對住翠綠嘅獅子山。邊主人套房就有個露台，同埋對住大圍嘅市景。主人套廁係明廁嚟嘅，帶有浴缸，放工放學嘅時候可以喺度浸浴攤下啦。客廁亦都係明廁設計，企缸方便淋浴。